暗，總是沒有抹了人的仇恨，總是沒了沒完，我立志行善，卻做出不願意的我，在我裏頭沒有良善。我努力前行，總是沒有結識，心的疲乏總是沒有意義。我立志行善，盼望逃出死亡的審判，但主的犧牲拯救我。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一生獨生子賜下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因為基督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世人因他